来看台湾跟香港怎么去？对，我呢是觉得我们是住在一个 global village 全球村，所以应该多方面的联络交往。我也常常走到联合国也好啊，去其他国家去演讲，去做什么。所以我觉得交流啊，就是民间的交流，或者官方交流，我觉得完全没问题的。所以如果美国希望跟台湾多交流很好啊，如果他们希望跟香港多交流，跟北京多交流，我觉得完全没问题的啊。所以呢。而且尤其是我们香港啊，因为我们很小，我们是很希望在国际社会多一些人有兴趣跟我们交流啊，了解我们的情况。台湾比我们大，但是当然比其他国家也是小了。那如果有多些国家对台湾是关心啊，跟他愿意跟他多的联络交流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啊。当然中国不喜欢。那么就要看美国怎么样做，美国也不一定想要帮台湾的，这个我们别怎么天真啊，因为每一个国家他们要做的事主要是看看自己的利益啊，所以当他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可能就是要利用另外的人，所以当你要怎么反应啊，你也要小心，别给人利用。但是在这个过程，如果是好的，对你是好的，你当然是欢迎啊。所以你也要小心做处理，因为在国际社会，大部分人都是为自己的。他出来为你说话，也是因为帮他自己有些问题。但是就是这样的，尤其是我们这么小啊，谁人很愿意替我们讲话，我们都欢迎。但是也要看破对方是有什么。他们有什么企图？好不好啊？